上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2月1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珠。新开始，咱来关心有民众是指控讲，伊互可乐带入去集中检疫所，结果亲戚朋友送来的饭菜、四手啊，拢互超过，饼嘛脆糊糊，批评袂输是犯人，拢无人权。医学会执行长王必胜昨昏是伫面册铺影片，表示集中检疫所有影会抽查食米，而且冇必要，因为抽查结果发现饭菜、四手啊内底有诶藏粉，甚至有藏毒品。录一下，录一下。好 ，OK。用度假便当小晓一个，上下骹竟然有一包粉，另外一碗也同款。有网友正正伫咧社群媒体破文，讲伫检疫所的出来人，朋友到三共送物件来的时阵，毋拿饼互人拍开，洋芋片、巧克力拢吹起，便当的饭菜个人晓过，若是食物被感染要安怎？那事实上，我们在这里面也查过有多起的里面有放相关的违禁品，甚至是相关的这些我们不喜欢的这些毒品简单就这样讲。那这些再进去对整体的一个管制是不好的。对外界认为，要带伫咧集中检疫所民众的食物，袂输敢若伫咧对待加甲的犯人。医学会执行长王必胜也抛出几落件伫外送物发现违禁品的影片，除了粉、高粱酒，甚至还有毒咖啡包。王必胜讲，外送物毋是逐件拢会检查，只敢若抽查有怀疑的，来保护其他带伫内面的民众。但是两讲以后做法也要注意。有这样的情形，有这样感觉，我们会提醒他在做相关检查的时候，能够尽量不要就是说破坏或让觉得不舒服了。王必胜讲，有怀疑的物件查出违禁品的比例正悬，集中检疫所成立以来，差不多收到8万人次，是国家检疫隔离系统最后一道防线，所以一个感染管制加公共安全方面爱负责任。记者综合报道。那高雄的大拿厂发生群聚感染，员工爱体检爱隔离。高雄区民众即马就发现讲，伫社区内一栋公寓，那亲像是互中油摕去做防疫旅馆。验过中油甲市府是赔回讲，这毋是防疫旅馆，是安排20个爱自主健康管理的人住伫遮。另外，伫台南昨昏加一例，嘛是炼油厂这一案探出来的，伫隔离期间阴专用。虽然低温阁落雨，暗过10外岁住伫高雄中油劳工宿舍的民众来抗议，因为因前几天发现附近丰溪社区教员公寓门口大抓地啊，写防疫旅馆，引起居民的惊吓。防疫旅馆是要经过观光局跟卫生局去申请才合可的，才能贴防疫旅馆。你身为一个公家机关，通通不申请就直接贴了。大家经过这里散步，老人都可以散步嘛，发现怎么这样子？还以为是贴假的嘞，中油不可以如此霸道。居民这是伫因后边几栋黄色建物，事先无被告知，竟然加做防疫旅馆，而且后边就是各中国小校园，因啊来去。因为进前中油大拿厂3名员工染疫，因怀疑是将居家隔离员工送到遮，互社区陷入感染风险。20位住在教员公寓里面的，也不是所谓的居家隔离的身份，而是自主健康管理的对象。那经过2月15号、2月17号、2月19号也检验 PCR 阴性，所以社区风险极低。中油甲市府申请安置20名自主健康管理人团进团出，社区风险正低。不过台南20增加确诊个案属于中油炼油厂团报链。确诊个案去过服装店全联甲5间卖场，市府紧急清消。台南市确诊者2010例20外岁女性，是进前台南市确诊国小学生囡仔同大亲属。15日出现呼吸困难，当天采检也是阴性。昨日因为出现发烧、流鼻水、咳嗽、胸痛等症状，再次安排采检，报告为阳性而确诊。因为接触高雄个案1972，14可立居家隔离19采检阴转阳，评估社区风险无悬。不过市府也呼吁行踪动态民众应领居家快筛，加强自我健康监测。记者综合报道。赶紧来关心天气，今日受寒流影响，各地天气拢真寒。气象局局针对20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今日透早，咱台湾本岛平地上低温是伫台中，敢若7度9，若外岛的马祖敢若2度8。
咱来看温度。今日唔那温度低，嘛会互来搭地各地落雨落雨机会。气象局早起有针对基隆、台北、新北甲宜兰发布大雨特报，嘛有针对20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今日透早，咱台湾本岛北地上低温是伫台中，敢若7度9，啊那外岛的马祖敢若2度8。气象局讲，寒流伫今仔日会豆豆减弱，也毋过爱等到拜6礼拜才会明显回温。拜3之前，咱全台湾拢是湿湿冷冷的天气。拜4落雨范围才会变较细，剩北部、东半部、中南部的山区有局部地暂雨。啊，28个连假，拜6礼拜会继续回温。28个连假伫北台湾温度会当回升到20度以上。即马我春天啊，天气变化有较大，乡亲爱细致。受这波寒流的影响，雪山有落雪，马祖嘛有落米雪。全台湾这个礼拜同款是冷叽叽，农民、渔民惊旱害，头壳冒咧烧，赶紧加强保管，避免损失惨重。高海拔的雪山透早就落雪，温度只有零下1度3，合欢山武岭松雪楼也真寒。伫早起8点左右落米雪，多是假日，山顶客满要看雪人。另外，伫离岛的金门、马祖部分地区，温度上低2度7。也落米雪，全台各地拢真寒。因为西部地区较快所在风力袂雪，冷叽叽，家己养殖渔业的渔民赶紧到渔池仔看布棚，还搁伫个内底加温水，为这鱼仔加强保暖防寒。像那只会烧，鱼仔伊弄在内底，鱼仔会活来，甲会烧，会保温。种一台水果的农民也烦恼，温度低又搁落雨天气，果树会冻袂调。日下晡也赶到果子园来喂乌蚊啊。这个网子可以遮风防寒。伫东部地区，除了低温，也受东北季风的影响，海面风险大。开启绿岛甲南势的客轮已经2天无开，伫一早起也要停开。气象局提醒到下礼拜3进前，全台拢是有雨而且湿热的天气，非常寒冷的柑仔色电雨范围，包含北北基桃、竹竹苗、中将头、云嘉南、甲宜兰澎湖、金马地区。啊，毋过拜4以后水气减少，28假期温度有机会会回转来。记者综合报道。寒流到位，天气熊熊变遮寒，地区各地送病院的人嘛有增加。咱全台湾有超过300个人因为天气变寒，身体无爽快，送上病院，甚至有为死亡。彰化县根据当地的消防局统计，就有64个人送上病院。这波寒流会寒到拜4，有心血管疾病的民众一定爱穿好少，注意健康。救护车赶紧甲10个人送去病院，消防人员也赶紧先甲急救。全台气温熊熊来下降，也互各地急救送医的人数增加。以彰化县来讲，对19早起8点到20早起的8点，24小时内底就64件会创伤来送病院，其中4个人是到病院进前就无性命迹象。这64件的案件当中，是不是跟天气的这个骤降有关？这个部分，可能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的做了解。根据各地消防局的统计，除了彰化县有64人送病院，4个人无性命迹象；另外伫云林有35个人送病院，苗栗也有27个人送病院。要么是不是因为天气真寒，引发心血管的疾病，也是其他无爽快的症状，必须要有医师的诊断才法度判定。有医师是讲，这款的天气对着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要提高警觉。颈部、双手、双脚，如果保护好的话，可以保暖身体的温度，可以保护到50% 到70%。年纪大的人要小心，但是欧卡呢，最近这几天的欧卡都是80几岁，然后平时有心脏病、高血压。周志忠副议长表示，重点的部位应该爱注重伫头壳、颔棍、双手甲双脚。身躯上好随身带着围巾。另外，老大人起床进前会使做简单的暖身动作，所来者慢慢来起床，避免熊熊接触到冷空气。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寒流到位，拜3进前，咱全台湾拢是各湿各寒的天气。行政院伫进前有提出学校逐班拢要安冷气的政策，已经提早伫1月底全部拢到好势啊。也毋过桃园的复兴区有11间学校伫海拔1000公尺以上，低温5度以下。也毋过因为这小冷机甲当还未完成验收，无法度开来用。学校今仔日会先传烧油的烘炉来保暖。来看自由时报。国中、高中新的上课时间，教育部规划安尼细节已经出来啊。对今年8月份开始，
高中高级升旗典礼全校活动一礼拜加加一改，学生一礼拜尚无有3天会当免参加早自修，早起8点10分进前去学校就用的。来看《中国时报》。农委会是预估，咱家农即马逐工是欠150万至200万粒，也毋过台北市农商工会是表示，市价协会逐工出货报表顶头是写11万4千箱，也毋过实际上是无到10万箱，逐工是欠200万粒至300万粒，比农委会讲的也搁较济。业者是按算讲爱到清明才会当恢复稳定。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4个本土病例，拢是隔离期间阴转阳，影响是较小。另外，即马阁有判2例因为注意风险受害，会当申请救济金的个案，其中有一个是 A.G. 注射得到严重的心肌炎，格林巴利症，枉赔40万上济。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增加4例本土病例，拢是估计期间阴转阳确诊，其中宗教团体自产唱歌阁增加2例，分别是台北市、新北市各1例，总共这个群组有29人染疫。他是30多岁男性哈，那他是原本19930的同事，那经过在我们2月17号的时候就已经把他匡列成职场的接触者来做居家隔离。另外，进前确诊桃机航警的重大亲属，增加1人确诊；高雄炼油厂群组相关，增加1人确诊。台南市的个案是按20101，是炼油厂群聚相关，是按19732，在2月12号来个案家拜访时有接触。另外，医护人员因为照顾确诊者面临真大压力，卫福部去年3月提悬医护染疫补偿金额，上限到100万。不过有台北市连续一个医师执期，家己因为工作染疫，率只得到6万块补助。指挥中心回应表示，补助金额会依照当事人症状轻重来决定。补助的金额会依当事人的症状轻重，还有治疗的过程而定。并非染疫就一律补助至金额的上限。指挥中心也公布上新新冠疫苗受害救济审计结果，判定2例甲疫苗相关，其中1例是自高端疫苗了后发烧，因为症状较轻，判定免救济；另外1例是自 AZ 疫苗了后出现过敏性休克的不良反应，救济2万块。无法度确定相关性医院救济有4例，其中1例自 AZ 了后出现格林巴利症候群，得到救济40万上济。到目前为止，因为做新冠疫苗得到相关金额救济人是去年12月中一名大东县民众做完 AZ 了后出现格林巴利症候群，得到720万救济金，创相关的纪录。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4亿200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590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70例，目前咱台湾即阵计共20007例。香港的病例是22000例，中国超过10万例，伫日本是超过449万例。伫韩国即阵是超过196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8000万例，印度超过4200万例，巴西超过28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1800万例，法国是超过2200万例。今年95岁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昨昏传出仪器坏掉，出现感冒的症头。女王已经做过3档预防针，目前症头轻轻啊。北京汉宫是表示讲，女王有接受治疗，嘛有听医生的话。另外，查尔斯王子甲伊的看守卡米拉，顶一日嘛有去话着。那查尔斯王子即马已经好利利登去上班啦。那咱总统府嘛有总统蔡英文嘛有拜托外交部长吴钊燮，也佮有驻英国的代表交代因爱向英国政府表达咱政府的关心甲慰问，嘛祝伊丽莎白女王会当早一日回开好健康。最近欧洲是受到风暴影响，包括比利时、荷兰、英国这些国家拢算长甲真功夫，无论是空中也是陆地交通，拢因为透强风受影响，建筑物互破坏、佮失电，甚至佮有16个人过亡。
北方尤尼斯18出现每点钟超过200公里上大阵风纪录，在北海烟花掀起大影。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居民在市区车路被风吹甲袂当行路，尤其是杀红眼车的年人。Elle m'a jamais passé ça. C'est la première fois. Parce que l'enfant il pleure, j'allais tomber. Si c'était pas pour une femme qui m'a aidé pour prendre la recette, c'est pas pour la barrière, j'allais partir loin. C'est vraiment c'est fort. 这段气中急流的旱季破坏性强风，受过所在拢传出惨重灾情。荷兰阿姆斯特丹真侪路树被风吹甲连滚拢漫起来，在海边体，直接经过荷兰北部滑登到海域。按算要去德国的12公尺长的货轮，26个大货柜被强风吹落海底。荷兰海华巡逻队出动直升机去找找。德国第2大城汉堡市因为海水倒灌市区大水，未赴看走的车全部浸在水内。消防队18日暗时就接到600个紧急救救电话。法国北部交通意外真多，有30人受伤。尤尼斯是英国近30年威力上强的暴风雨，气象局在英格兰南部甲威尔斯部分地区发布上悬等级的红色警告，破纪录强风将东伦敦的凹凸迁徙巨蛋厝顶吹出一个大坑，铁公路交通大乱。伦敦希斯罗甲盖特威克机场有数百个航班取消，真侪客机被翕到伫强风当中降落真危险，有400万户大停电。公司新闻王慧文报。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加乡亲咱做回来看世界。菲律宾明达纳尔岛透早发生规模5.9的地震，地震的深度敢若10公里，目前也无传出灾情。来关心澳洲的疫情转好，游客若是出访2档预防车，就当入境澳洲。那英国即马嘛宣布要放零确诊者隔离的规定。来关心欧盟伫即礼拜要伫法国举办印太外交部长的论坛，大约有30个外交部长会做伙参加。那美国甲中国是无要参加。来关心俄罗斯甲乌克兰即马局势愈来愈紧张，英国首相强生是表示，俄罗斯若是真是去入侵乌克兰，会影响全世界，嘛包括咱台湾、台海也无和平。咱外交部是感谢各国伫即款时机，伫即个时机，共款真重视台海和平的重要性。If Ukraine is invaded, the shock will echo around the world, and those echoes will be heard in East Asia. They will be heard in Taiwan. Is that people would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aggression pays, and that might is right. 英国首相强生伫慕尼黑安全会议发言表示，若西方国家无以实际行动兑现过去支持乌克兰独立性承诺，会对全球带来破坏性后果，其中包含台湾。有学者解读，这代表台湾安全议题国际化。强生一方面用台湾为例，呼吁西方各国支持乌克兰；另外一方面也提醒中国唔通趁乱轻启妄动。我们在所谓的经济产业供应链上面来讲，扮演一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不过，当然更重要的是，当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是一个威胁论的话，当然今天是台湾，当然不只是台湾，有可能下一个是在南海，甚至于是在任何其他的一个地方。台湾外交部对强生发言回应，感谢各国伫乌克兰紧张情势当中，依然继续关注台海和平稳定。英国政府尤其强生首相秉持一贯坚定立场，在忧虑乌克兰紧张局势当下，仍警醒世人莫忘持续关注台海的和平稳定。外交部对此表达诚挚感谢。外交部统计，伫乌克兰的国人有6个离境拜下转去乌克兰西部，也有11个留伫首都基辅甲其他地区。外管会继续甲侨民保持联络，随时提供上新资讯甲必要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国里券1000块，有抽到也无，抽到有敢用啊？配合500券，政府有推出国里券，发出200多万份，不过，甲使用率敢若4成。外交部长王国材是表示，交通部长王国材是表示讲，会伫使用期限4月底进前来拼行销，若5月份结束了后，有剩的钱，嘛用伫国内的旅游顶头。展开拍卖网页，即要输入国旅馆就出现真侪人要卖价少，大约拢在700到900块不等。真侪人伫问，为了振兴经济，政府去年推出500券，各部会也伫咧增加，推出各式优惠券来吸引民众抢登记。其中振兴观光的国旅馆，观光局总共推出242万份，不过随着过年甲元宵节陆续来结束，到即阵的使用率只有37%。公司到现在没有收到
一张国民旅游券了。现在抽到的人，第一个旅行社没有办法把他们集中起来，比如说2夫妻去找个比较便宜的饭店去住。然后把1000块花掉，就只能这样子而已啊。根据观光局统计，对国旅馆头一波开始调整了后，到2月70为止，总共使用883622分，上只是用伫旅宿业有62.43%，搁再来是旅行业21.49%，观光工厂甲观光旅游业分别只有9.73%甲5.76%。学者表示，这回国旅馆甲进前安心旅游补助人有种无同，真侪民众是讲抽看卖，就算抽到，一寡人出去佚佗也是要负担部分的大额费用，大家都较无兴趣啊。有很多人抽到，他不见得是有真正的旅游需求，所以他没有用，他也没有损失，那就会变成是说，如果家庭出游，然后又只有一个人抽到的话，他能够降低的总成本比例是低的。学者认为，想要来进行国内经济，政府未来也是要回归到甲这款的进行权，来发予真正有需要民众，才法度有效来提升使用率，进行国内产业。另外，对着好运抽到，却是到网络去转卖。观光局这阵已经注销46张，并且继续办理相关诈骗的作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动保团体伫昨昏上街路游行，呼吁各国要赶紧讨论甲动物保护法列入去宪法内底，来保障动物的权利。保路线。秋地飘过头壳目布条，尽管一直落雨，动保团体、学生甲支持民众，带着鸟狗甲心爱宠物，为支持动物保护立片来行进过路。就是民众以及小朋友他们对待动物的方式，他们可能知道这是生命，但给予的尊重度，可能他们只是觉得说，就是共同生活，但在遇到相关的虐待案件的时候，却没有办法给他们更好的保护。对，所以我会想说，如果动保能够入宪的话，在这样的状况下的话，我们才可以给他们更多的尊重。因为希望动物可以有更基本的保护的权利，我们动物都是可以被平等对待，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平等对待。动保团体表示，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审查在短10天内结束，敢若送出18回公民权议案，其他重要提案全部是放在一边。尤其是动物保护立片在70个案内底，是排第2关的，却是无法度来进行讨论。虽然台湾在1998年诞生动物保护法，不过牵涉动物也是动物利用相关的法律真多，无法度各方面拢顾会到。今年立法院已经成立修宪委员会，就应该在宪法征收条文的基本规则中，加保障动物福利列做国家应该尽的义务。动物保护路线放到宪法里面呢，就第一个，除了象征国家重视动物保护法之外，也能够让那个在讨论各种法律位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机会被平等的看待。动保团体表示，这个3月2号进前，立法院4个党团来协商，那当然搁再开修宪委员会议来提案讨论，也有机会会修宪。陆续会拜会各党团，其中民进党发言人谢佩芬是回应，这摆修宪程序中，由党籍立委提出，将动物保护权利纳入宪法修正条文的草案，其他就由无共修宪的版本的内容讨论过程中，应形成条约上大共识。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镜头来南投。南投县旗乡有部落是发展出目狗防水产业，合作人带游客行入去部落内底，会当家己 DIY 做目狗防水，而且可当伫咧森林内底做有家做运动，来带动部落的观光产业。就敢咱去日本，就爱穿和服、日本衫同款。即马来到南投县旗的第2部落，也当穿着正版本轮的传统服装，入去部落听导览佚佗，游客拢感觉真新鲜。这个布农族的这个族服的一个服装样式啊，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体验，就是在平常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新鲜，然后可以融入就是当地的文化的一个体验。县旗乡的第2双林、潭南、林河，互伫关注学生组日月潭部落。3年前开始发展目口产业，取规套的旅游安排，互游客穿本轮服装 ，DIY 套目口防水，佮请部落族人带游客踅林道，了解大自然的目口生态。这几年呢，日管处一直在推香氛产业链。那香氛产业链呢，其实主要有3个东西，一个就是我们实际上的马告的香氛、马告的香水，那还有第2个的产品呢是马告的 DIY 香水 DIY， 第3个呢其实也是最重要的，叫做马告的森林游程。
佮有伫树林内底做酒家，这嘛是伫管处甲在地部落合作推出的五感解郁行程。就是会觉得心情就整个就放松下来，对，然后会有一种好像把自己的身心然后交到这片土地，然后土地也会用一种很有爱的方式，然后回到自己身上，然后看整个天空，然后看整个就是台湾山的树梢，会觉得就是台湾的土地真的很美。经过整合调整，马口香气甲林道体检的旅游安排已经变甲非常的澎湃。部落也真有信心，要继续发展出优质的观光行程，和在地产业通永续经营。记者综合报道。农委会高雄农改场有举办2022年全国领舞甲做爱的优等评鉴，参赛者想要调整无简单。毋但这季节的甜度爱悬，汤汁爱把甜，连季节园的管理也肥拢是审查范围，所以要摕到冠军，真是无简单。我们冠军得主是南州地区农会林元宗，恭喜！高雄农业改良场举办2022全国领舞甲做爱评鉴，季节第一阶段要先经过农药残留的检测，才针对外观、重量、甜度甲口感来评分。接落来第二阶段审查栽培方式、肥料的管理。总共一句，想要调整实在无简单。今年的领舞王是屏东南州乡的农民林元宗提起，伊已经参加6摆评鉴，连续5档拢是第2名。今年第7摆参加，总算是顺利拼到冠军。我跟别人照顾联舞的方法，应该大致都差不多了，但是我不会去看它的好坏，但是我每年都会去检讨今年的缺失。那做爱部分是高雄建造的农友赖良溪得冠军，因两人也甲大家分享种植经验甲感想。第一就是你的基调管理，第二就是安尼白头发防治，第三项就是安尼花圃管理吼。这3项你若讲做了足完整、足好当中，相信你的做爱去品质，各方面都会非常好吼。全国领舞甲做爱评鉴今年是第12届，农改场表示。除了颁奖，也希望透过评鉴，和农友交流技术，行销各地头的农产。记者综合报道。那即阵学校拢在发展特色，新竹市的新科国中有新竹市唯一一个有校园内底有人工百验场的学校。普通时在爬石壁的课程是对外口请教练来教学生，要发展出这个学校家己的特色，而且嘛鼓励学校内底的老师去考证照。目前学校已经有18老师摕到证照。正好装备检查安全锁啊，准备好势对顶头开始爬。第一下负责安全的人无轻松，除了一边扣锁啊，佮专心看顶头的人敢会发生危险。新竹市新科高中内目前有攀岩考不完资格老师，竟然有18人。自己去外面上了就是攀岩这样的课程，然后去考取就是确保的证照，然后希望至少自己知道有一些知识，然后就可以在学校里面做一些课程的推动。要考攀岩考不完资格，主要是要了解器材正确使用、安全反应以及实际操作，有了专业证照。对学生安全给一份保障。从小也是喜欢爬来爬去，然后也很喜欢挑战那种往上爬或者是往前冲的感觉。我们学校有一群非常热忱的老师在户外课程的一个推动，所以我们在户外课程里面，除了有攀岩之外，我们还有爬山的4天的一个户外课程，还有我们的一个溯溪，也有攀树，在我们学校是一连贯的部分。校长讲，学校逐年拢有7年的新生体验攀岩训练。培养勇气，希望学生面对挑战的时，会使想办法克服困难，发展学校的教学特色。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文化新简介来看过去家己的铺子真繁华，这条路着有3间戏院。最近伫遮举办一寡和电影有关系的文书活动，要带民众来感受苏东时的老热。放以前电影的歌曲，向大家讲解埔子较早影视娱乐的发展。嘉义县埔子最大头的文创园区的老校长宿舍，当咧举办影视文化的活动，希望更较侪人了解这段历史。属于埔子当代的这个早期对于戏院的印象，
然后这些元素融合在这个活动里面，然后也规划了在水稻头这里规划一个展区。分享地方历史的老师讲，破竹以前上热的时阵，一条路顶面就有3间电影院，阁有会当互千外人看戏的剧场，希望会当用活动的方式，互这个历史通互少年囡仔知影。对那间荣昌戏院更了解了，就是知道朴子在地以前的一些知识、一些历史的文物这样子。不只是娱乐，还有政治，还有很多面向。那它不只是一个建筑而已，是整个人流最高的。希望这个活动是一个开头，好，把朴子的整个海线的影视文化，整个把它带动起来。嘉义县文管局表示，2027这2天伫水稻头文创园区室内有历史讲座分享、甲电影文物展览，室外阁有放电影甲表演活动，阁利用水稻头文创园区打造复古主题的实景旗头壳活动，希望会当透过耍的方式来连续传承在地文化。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后礼拜一就是228的纪念日，有一个国学的老师开发一套配合228国家纪念馆的实景游戏，让学生囡仔会当回去到80几年前去认捌这段历史。因为它是重返到1947年的3月，那为了取信那个许锡谦的话，那他就必须要输入说，比如说你是什么和什么的编辑。囡仔若像回去到228事件的年代，解救游戏所设定的4个伫228受难甲报纸媒体相关的人物。那所以说，小朋友在展览中找到许锡谦的资料之后呢，你就看到说他是《东台日报》及《青年报》的编辑。可能学校的课本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有限，林工台就甲其他老师做伙设计这套教材。透过纪念馆的展场空间，让囡仔通伫老师的带领下，伫遮阅读档案甲资料，让孩子用一种同理的角色，回到1947年的228的那个时空环境，去了解当时的人们，他到底面对了什么样的问题或是困境。那当时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咱的纪念馆内底的所在，来找吼迄个线索、回线索，安尼一步一步吼来接触到228的历史，在游戏之中啊来体验人权。228纪念基金会表示，若用较早导览的方式来讲这寡代志，囡仔可能拢走了啊。所以才想讲试看卖啊，透过这寡珍贵的文物，互因了解历史就伫咱的身边。记者陈雅文、徐凯台北报道。为着要清海底垃圾，屏东县政府激头壳。屏东县的环保局即马是鼓励渔民讨海时，嘛会当回收海洋的废弃物，换垃圾就当换白米，也有红豆啊，保护海洋，阁有礼物通摕，海洋废弃物的回收量真是有增加。渔民对海上赶转来一地回收垃圾，马上就换到一包红豆甲白米，哪有这么好的代志？原来这是屏东县环保局举办的活动。垃圾是不可回收，你要把垃圾赶转来吼，就换在地农产品，换红豆甲换米安尼。为着要鼓励渔民甲海上作业制造垃圾回收，提出白米做奖品。盐埔渔港的渔民笑讲，保护海洋，阁有奖品，真正是一举二顾。其实渔民加入海洋志工，担任环保蓝队，伫屏东已经有581只，是全国第2多。海保署统计，去年因为疫情，清除海废的数量14477公吨，虽然比前年较少，不过回收量却增加7成。我们现在的环保舰队呢，全台湾大概有4600多艘的渔船加入我们的环保舰队。那我们的渔民朋友出海作业的时候呢，会把这一些瓶瓶罐罐等等呢，就是把它带回来。海保署表示，主要是废弃渔网甲渔具回收增加，带动海废资源回收的成长。海废回收会当改做衫裤、目镜、环保袋啊等等，希望民众做伙来保护海洋。记者陈雅文、赖伟做屏东报道。来看比利时联合政府推动劳动法的大改革，互劳工通一礼拜会当休3天，而且嘛规定讲公司袂使伫员工下班时间交代公司联络代志。另外，佫有一个大进步，就是比利时即届的修法，嘛甲外送平台劳工的权益放入去法律内底。
比利时首相德克鲁加劳动大臣德马涅15号伫布鲁塞尔举行记者会，公布新劳动法草案的大变化。新法通过国会审议了后，比利时劳工应依照家己生活节奏，向头家提供一礼拜休3天要求。按过每礼拜工作总时数依然是38点钟。选择工作4天的劳工，逐天爱做班10点钟才下班，唔是一般劳工的8点钟。 met kinderen moeten omgaan om zich beter te kunnen organiseren. Of bijvoorbeeld een week te hebben waar men meer werkt en een week te hebben waar men minder werkt. Ook daar om bijvoorbeeld met co-ouderschap te kunnen omgaan. We weten dat dit een belangrijke rem is vandaag in een arbeidsmarkt waar we eigenlijk geconfronteerd zijn met krapte. 要互劳工适应空间草案内容，佮提出6个月适应期，也就是讲万期反悔6个月了后，应恢复做一礼拜休2天，民众无共款的反应。Je pense qu'en effet, depuis la crise du corona, ça a changé énormément de choses au niveau de l'organisation du travail, que ce soit avec le télétravail ou même les heures de travail. Donc je pense que cette flexibilité doit s'adapter et doit donc faire partie du quotidien maintenant. Avoir une semaine de 4 jours avec le même nombre d'heures qu'une semaine de 5 jours, ça reviendrait à ou bien rajouter un problème ou bien approfondir le problème parce que ça veut dire quoi? Les gens seraient encore moins chez eux, ils rentreraient plus tard. Je vois pas trop où est la solution là-dedans. J'ai plus l'impression que ça enfonce le clou. 新的劳动法草案各保护劳工下班了后生活品质，禁止规模伫20人以上的公司下班了后，各为着公司联络员工。另外，这摆修法也将3工经济，比如 Uber、Deliveroo、Just Eat、Takeaway 等外送平台劳工权益纳入法规保护范围，认定因也适用工伤保险，同时也对个体户自雇业者的身份有清楚的界定。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 太空竞争真激烈，俄罗斯太空总署即马是咧做实验、做研究，希望把升空到接驳双轨道的程序改做单一轨道，要来提升效率。虽然一直出现竞争者，俄罗斯的联合号火箭载着有人的联合号加无人的进步号太空船，运补国际太空站的任务拢无停。 甲一般商业活动同款，爱注重提升效率、节省成本。设计太空船接驳停驶时阵，也伫咧关机2个轨道之间安排阶段性有备轨道。 The phasing orbit is lower than the ISS orbit by about 100 kilometers, and it serves a very specific purpose. It decreases the phasing angle, or the angle between the two spacecraft in their respective orbits. 太空船自升空到完成接驳的时间，对上早下2天减至6点钟，到即马是降到3点钟左右。工程人员认为，互太空人较早入去太空站较快的空间，卖开伫咧太空船内面，对太空人的身心健康有正大的帮助。 不过，太空船除了爱成功进入地球的轨道，若要完成甲太空站的接驳，一个讲究效率。除了天公伯爱斗3工，伫咧太空站正拄好飞过发射地点的附近时阵，天气爱较好咧，规个过程一个经过精密的计算。太空船甲太空站的轨道的角度爱拄啊好。俄罗斯讲要甲停驶简化成做单轨道，意思就是进步号甲联合号升空了，要一步到位。 直接到国际太空站的轨道完成接驳，这将会是太空科技正大的挑战。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是9度，上悬1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0度，上悬16度。 南部的温度上低10度，上悬2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1度，上悬19度；外岛是4度至14度。感谢乡亲收看，将今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